Hello，大家好，今集會係東京6日5夜之旅嘅最後一輯，會同大家去明治神宮、澀谷一街涉谷、富士山嘅河口湖、上野嘅亞美橫丁、恩賜公園等。好啦，我哋一齊出發 ，Let's go！ 各位，我哋今朝5點鐘起身，而家去新宿搭車去呢個富士山欣賞景。OK，我哋出發 ，Let's go！ 我哋神咁早，而家6點幾嚟到呢個新宿火車站，搭巴士去富士山睇呢個富士山。Let's go 啦！我哋而家搭呢個巴士啦。你揀咗非常之好喺廁所隔離。坐巴士梗係坐近廁所啦，方便啊嘛。不過就經過咗2個鐘頭嘅車程呢，喺高速公路就見到富士山，表示目的地河口湖在望，好快到站。好啦，我哋嚟到富士湖嘅河口湖，你睇到富士山啦。今日非常之清，天氣良好，非常之正，同埋早上而家嘅大概嘅時間係8點45分，仲未有好多人，我哋快啲影晒好多相，去羅信影埋相，7-11個站都影埋相，然後同大家分享。好 ，Let's go！ 我都唔知點講，噴晒煙佢，其實都幾咁啊！因為早嚟到富士山河口湖，咁我哋嗱聲見人唔多咧，就去呢個羅信嘅便利店打翻張卡先，拍低呢張羅信與富士山人嘅合照，唔使到人多嘅時候先拍。跟住去呢個富士急行線車站，搭車去新莊山淺間神社，去到下吉田站，喺下吉田呢行10分鐘就去到新莊山淺間神社。沿途呢有指示牌指示我點行㗎啦。經過鳥居就要行600級樓梯行上去鐘靈塔，一步一步上去都幾辛苦㗎。到達鐘靈塔嘅觀景台，大約20分鐘嘅時間，行上去嘅過程都唔係好輕鬆。但係到達觀景台，見到五重塔同埋富士山嘅景色，確係非常吸引。當然又係打卡嘅時間啦。離開咗呢個淺間神社，就到咗呢個富士吉田市嘅本町通商店街。商店街曾經經過數十年嘅店鋪全面結業，變成四處雜草叢生嘅吉碌街。喺2015年起，經過在地居民同埋市政府互相協力下呢，現在慢慢啲地鋪啊、食店啊重新開始營業啦。本町東商業街吸引嘅原因唔單止只有富士山，仲有昭和年代嘅懷舊氣氛。目前有各式各樣嘅日式餐廳、啤酒屋、意式餐廳、居酒屋等喺度營業緊㗎。午餐時間就幫襯咗呢間叫做夢飛來嘅家庭式小店，食咗個午餐。係各位，而家係午餐時間，我哋喺富士山呢個小鎮下吉田小鎮嗰度食午餐，因比較傳統啲嘅家庭式嘅鋪頭，我哋食呢個套餐。其實個價錢非常之抵嘅，1000零嘅搞掂。咁而家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四周嘅環境唔錯嘅。哇！有機會大家可以嚟呢度試下，幾好食㗎。做嘢嘅唔係講喎。呢間餐廳嘅食物都唔錯，價錢都幾合理，1000 yen 左右啦，一個人嘅價錢就食咗個午餐啦。
跟住我哋搭返呢個富士急行線去返河口湖站，去呢個河口湖度遊船河。河口湖嘅遊覽船呢，收費呢每個人呢就1000yen。好啦，買飛上船，感受下河口湖嘅風光，享受下富士山嘅美景先。出發。船好大，大致上分開2層，露天同埋室內。下層呢就係室內位。當日呢天氣太凍啦，風又大，所以大部分時間我都係喺船艙裏邊。遊覽船繞河口湖一個圈都要25分鐘，全程都開得好慢，俾多啲時間大家去影相。當日嘅天氣超級好，富士山嘅河口湖美景靚到我無法形容。感恩天公嘅造美，俾我睇到如此美麗嘅美景，超級難忘啊！好，大家我哋而家行去河口湖站呢度，見到個富士山，富士山下低就河口湖嘅站啊，嗰邊呢就係河口湖。OK， 我哋一齊去 ，Let's go。我哋搭下晝4點鐘嘅旅遊巴，返去新宿，結束今日嘅河口湖1日之旅。今日去東京市人氣數1數2嘅神社明治神宮。明治神宮係為咗供奉19世紀後本領導日本現代化嘅明治天皇同埋佢皇后昭憲太后所建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咧又嚟到天氣良好，嚟到呢個代代木公園去參觀呢個明治神宮。好啦，我哋一齊出發 ，Let's go！ 神宮橋第一鳥居，鳥居上高你見到鳥木上高刻有象徵皇室嘅菊花紋章，正式名為16葉8重表菊，象徵高潔雅典嘅君子。見到參道上高鋪滿咗白色嘅小石頭，呢啲叫做玉沙梨，行喺上面呢，係為咗達到潔淨心靈嘅效果。繼續喺呢個參道上高行呢，冇幾耐就會見到成排嘅酒樽，呢啲酒樽叫清酒孤樽。穿過酒樽之後有一條岔路，喺南參道同埋北參道嘅交界。左手邊呢嘅鳥居比先球第一個鳥居更加巨大嘅就係第2鳥居啦。過咗第3鳥居，再超過正門呢，就見到南神門，就睇見寬闊嘅正殿啦。一般神社通常只有一個大鳥居，明治神宮去到正殿呢，要經過3個大鳥居，可見明治神宮嘅規模幾大啊！遼闊嘅廣場中間就係正殿，正殿兩邊嘅圓形嘅樹木就叫做守護者，左右嘅樹稱為神木，合稱為夫妻攬。拜完之後呢，可以喺攰馬上高寫下心願，仲可以買下御守，大約1000 yen 度啦。拜完之後呢，我哋沿住個表參道去到原宿車站，離開呢個明治神宮啦。呢個就係亞美環町啦。上野車站一出嚟呢，就睇到一個大招牌寫住亞美環。亞美環町商店街連接咗 JR 嘅上野站同埋御徒町站。商店街裏邊呢，有各式嘅美食、回轉壽司、居酒屋、海鮮檔、
8果園嘅水果串、果子嘅零食、至尊商店嘅 chocolate 同埋茶屋嘅抹茶雪條等，仲有好多大嘅藥妝，而價錢呢相當平民化，遊客購物之選嚟嘅。1000 yen 份抵喎，5蚊港紙都幾抵食。亞美華星好多嗰度買嘅，我哋掃街，有一半鋪頭喺個火車橋下低，所以呢成日都聽到好嘈嘅火車經過聲。亞美橫丁充滿夏丁風情嘅熱鬧，又兼備傳統嘅最新流行之地，可以說係從朝早到夜晚都好熱鬧嘅露天商店街。好啦，亞美橫丁商店街我哋就行完啦，而家行去上野公園，因為亦稱為恩賜公園，我哋而家行過去。好啦，各位，我哋嚟到上野公園，我哋睇下佢喺東京市中心最大嘅公園，呢度有西鄉隆盛嘅雕像，亦有出名嘅櫻花大道。好啦，不過而家未發現有啲樹，有啲棵樹枝，遲啲3、4月到啦，啲櫻花就開得好靚㗎，去咗嚟行下掃下場，睇睇有咩睇。好啦，出發。公園內嘅神社寺廟呢，金光閃閃嘅招牌就係上野東照宮啦。主祭嘅神為幕府將軍德川家康，大多數人求嘅呢就係學業成就啦、生意興隆啦、跑馬就旗開得勝啦、出生嘅年運啦、財運亨通啦等而聞名。我都諗下求下籤先。清水觀音堂原本係個舊建築群裏邊保存落嚟嘅其中一間寺廟，有近400年嘅歷史，供奉着千手觀音菩薩，被列為重要文化嘅財產。我哋睇呢個古玩市場，睇啲舊嘢有啲咩咁睇下，做下啲公仔，做下啲。沿住不忍池離開個上野公園啦，池邊嘅路上有好多個帳幕攤位，我諗係公園租出去嘅攤位，賣二手嘅物件，包括呢衫褲鞋襪啦、擺設啦、唱片啦、CD 啦、家具啦、神像啦、古玩啦，應有盡有。如果有時間都可以行下嘅。全部二手嘢嚟㗎啦，得。古玩嘢啊，古玩。
魚去到呢，聽我講魚就嚟買，即係攤在城市咧冇呢個星歐城文台有食嘅係，即係我攞。位於涉谷嘅 Shibuya Sky 係東京而家最熱點嘅展望台 Square Square 大廈嘅47樓，360度無遮蓋嘅視野，玻璃嘅角落，天空嘅扶手電梯。2019年開幕後呢，就人氣居高到而家啦。好啦，大家我哋而家嚟到呢個涉谷嘅 Shibuya Sky 去參觀下呢個睇個成個城市嘅高空景先。Shibuya Sky 嘅展望台呢，就喺 Square Square 嘅14樓。喺呢度我哋展示咗我喺網上訂嘅電子門票，憑證入場，然後搭 lift 上去47樓觀景。所有袋啦、tripod 啦、帽啦、圍巾啦、食物啦、遮啦、BB 車必須放喺 locker 裏邊，而收費呢100yen。當你攞翻啲物件出嚟呢100yen會退翻俾你嘅。Shibuya Sky 位於大廈嘅天台，非常大風同埋好凍。由於現場呢唔能夠戴帽、圍巾，建議大家着夠衫先至好上嚟啊！喺呢個47樓嘅天台呢，到處都係人，每個角度都企滿咗人喺度睇城市嘅大景。坐行人電梯落返46樓。喺呢條電梯望落去呢，就係號稱涉谷十字路口。360度嘅全透明玻璃，拍人像最佳嘅景點，視野無敵廣闊啊！喺呢度天台好多人啊！呢個 Shibuya Sky 真係你上到嚟想揾個位打卡都幾辛苦下，多人多到你頭地。今日係平日都係咁，假期唔好講啊！大家盡早上嚟，我而家等緊黃昏嘅日落。Shibuya Sky 最佳參觀嘅時間係黃昏日落嘅時段。由於展望台冇限制逗留嘅時間，即係你買咗2點飛入場就可以逗留到6點。門票最爆人嘅時段就3點到5點，因為一次過可以睇晒日景、黃昏景同埋夜景。呢個時段嘅門票非常難 book 嘅。網上訂票我就好彩揀到3點到5點呢個時段上嚟參觀。應該要好，而家呢個 Shibuya Sky 嘅精彩時間，你真係數數啲人嘅幾緊要嗰邊，嗰邊幾多人幾犀利。呢個向西邊嘅方向咧，可以望到富士山嘅日落景。你講嘢？我哋而家參觀完咗，睇完呢個日落啦，呢度排隊搭 lift 落去翻多比，去揾啲嘢食啊！好，我哋走啊！我哋而家參觀完咗，睇完呢個日落啦，呢度排隊搭 lift 落去翻多比，去揾啲嘢食啊！好，我哋走啊！路
6日5夜嘅東京之旅第3集到此為止，多謝各位觀眾收睇。喺回程嘅機上睇到富士山嘅雪山頂後，非常開心。好啦，大家一齊欣賞以下嘅片段啦。多謝各位嘅收睇，下集見，拜拜。